伊朗对外放出谈判信号，刺激市场，美股四大指数拢收红，也那台股收在36296点，去838点。民众党李正秀放开除党籍，伊讲是受到政治的压迫力以来落台。另外，有人甲伊检举伪造文书、贪污等罪，台北地检署当日正办。检警发现讲，这三军含海巡有数官兵受到境外势力影响，偷翕机资料，翕这导航影片换钱，目前检方甲10个人起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4日新闻，我是嘉豪。这中天新闻有一位进前的记者兼主播林新佑呢，今年初因为这间谍案获起诉，检方调查发现讲，三军甚至是海巡单位拢有官兵去互渗透，这单位呢也包含着航特指挥部、无人机营等单位。境外势力呢爱这官兵翕这军事的机密资料、导航影片来当来换钱。检方也甲这提供人头搞做姓陈的查甫人含9名的士官兵，依照国安法含涉别罪，加起诉。今年1月，前中天新闻记者兼主播林清秋涉犯国安法受押禁见，延下到即马，检方扩大调查，发现咱陆海空三军甲海巡署拢属官兵，疑似互境外势力渗透，将9个涉案官兵甲一个姓陈查甫人以涉犯国安法顶罪起诉，这是国内第一符合国民法官庭审理的强谍案。检察官建请法院中当量刑。行贿任职于陆海空军及海巡署之被告，约定以提供军事机密换取报酬，透过通讯软体传给境外集团成员，借此收取对价。检方查出，境外势力为自2004年9月开始，透过网络甲姓陈的查甫人直接提供免费海外旅游，诱骗姓陈查甫人提供口资，后小定期付3000块报酬，利用这账户来讹洗转钱。收钱的人也有无人机兄等警队单位，其中陆军摄航中士姓林少校收钱上济，各官兵拢这部问题有人已经退伍。军营里面照个什么样的相，或者在军中所接触到的什么样的资讯，算机密，长期在和平状况之下，那所以这种警戒性才会造成说有些大兵哥或军人呢，觉得把某些照片交给对岸也没什么，有这种心态。学者认为，国军被利用可能是军中对机密保护的警觉性上过低，要军事专家提醒，尤其国军新成立的单位，可能是重点目标。海马式多管火箭，还有像 M1A2T 这些新采购武器的单位，都要特别留意，因为这都是被重点来进行渗透的单位。军事专家指出，渗透手法分做利诱、涉诱，甲利用通报网络、人媒等3种。不管是毋是正式，若拄到想要打探国军资讯的情形，拢会随时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巴西驻台代表桑路易最近接受访问的时阵，伊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引起争议。也那这行政院长杜永泰在今强调讲，咱的国家有主权，若有必要会来抗争。另外，咱的友邦帛琉因的总统惠树人接受这法新社专访的时阵，就表示，中国捌要求帛琉呢，就要放弃含台湾的外交。不过，伊也强调讲，这帛琉会当选择家己友邦。巴西代表说，我们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抗议之后获得回应吗？我们也会做必要的一些抗议，甚至我们希望能够用这个事例来告诉全世界，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一个不变的事实。回应巴西驻台代表桑路易受访时指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行政院长杜永泰表达抗议，也重申咱的主权。中国一直咧唱后卡，咱太平友邦帛琉总统惠树人接受法新社专访时透露，中国捌直接要求帛琉放弃对台湾的外交承认。China, of course, has been very outspoken in saying we need to denounce Taiwan. They've made that very clear when they've had opportunity to meet us and want us to change our position on issues. And we've made our position very clear. Well, we have no enemies. But nobody tells us who our friends are. 惠树人强调，帛琉应自主产业友邦，支持台湾的人应该受到平等对待。咱外交部也表示，两国邦谊稳固友好，为1999年建交到即马，伫东西业、医疗卫生、观光发展、加海事安全等拢密切合作。台帛的邦谊是基于价值理念，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停止过以各种手段胁迫我们的友邦转向，并且破坏区域的和平稳定。外交部对于中国的
相关行径表达严正的谴责。咱邦交国是毋是有机会搁加一个？因为洪都拉斯前任总统阿斯夫拉，我希望甲台湾复交搁加关心目前两国之间是毋是已经进行相关协商。阿斯夫拉总统他的竞选政见就是要跟台湾恢复邦交，那我们也相信他的这个步骤大概是很谨慎，呼吁他们的政府正视农民的期盼，还有中小企业，他要是一个负责任总统，他都会看到。外交部指出，洪都拉斯甲中国建交了后，贸易红字一直扩大，尤其被黑乡式产业受真大冲击。相信阿斯夫拉拢真了解，咱会继续保持甲洪都拉斯的接触。记者综合报道。伊朗对外放出讲要谈判性好刺激市场，这美股四大指数拢收红，亚股今仔拢起，韩股、日股起超过2%。讲到咱的台股呢是冲破36000点，收伫36296点，起838点。台积电的股价呢也创新高，收伫咧2055块，起65块。根据到这财政部的统计呢，这3月证交税就扣535亿啊，是过一个月新高。1月到3月这证交税是扣1237亿，也是同期的新高。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讲，伊拢有想要达成协议，带动金融市场普天同庆。美国四大指数伫收盘拢起，则是亚股是愈红盘，韩股含日股中场起超过2%。台股第一摆直攻36000点的天磅关点，收伫36296点，起838点。看到股台积电各创新天价，收盘2055块，起65块。它创历史新高的主要的理由有几个啦哈。那第一个当然是我们去年的财报公布出来，将近4.6兆、4.5到4.6兆这样的水准，其实创下历史新高的数字背后所代表就是今年的股东会行情会非常不错。那是台积电带头冲关，其他是包括台达电、鸿海、联发科、日月光这宽达股嘛拢收红。较特别的是过去敢若电子族群讲起嚟，不过14台湾上市的类股，会使讲是大家拢讲起嚟。其他亲像是原物料的类股，包括塑化族群的台塑、南亚，收盘拢超过3%的起伏。外资是变做推升台股大起的关键动能，但一日咧要超差不多689亿，创起历史第5大的纪录。财政部统计处指出讲，3月证交税实定净额是535亿，加起来1月到3月证交税实定净额是1237亿，这拢创历史上单一个月同期的新高。现在其实股市真的上下震荡非常的大，急涨急跌，所以事实上下半个月会怎么样，可能还要再观察。专家认为讲，台湾出口数字连29红，显示台湾股市的基本面同款是正强，但是因为中东战事的影响，半面一个起哩，一个落来，却也变做最近的常态。暗上摆是台积电的发税会，若是联毛利率会当有真好的成绩，拜五的台股同款会当期待观点。股会相起，新台币换美金的汇率10以31.73块开出，收伫31.69块，升9.5分。记者综合报道。今日中昼，这新北市的县民大道3段发生这车路规个碰起来，大约是有2米长、2米宽，加在是无人受伤。港务局、台电也个加速公司拢派人来到现场看，初步排除加速泄漏。台电认为讲是涂骹底搁电缆或者白下加歹记才会崩溃的。这件事故搁影响到4700外户乡失电。路顶规个烟蓬蓬，佮传来真大声爆炸的声。本地淡马街的路面不已经崩起破起，淡马街第4街背后住户就生惊。听到声音真的很大声，我真的以为是车祸，想说撞得蛮大力的。第一个状况会想说，是不是路底下的一些管线是不是有气爆的可能？车路是规个崩起，风台起来，水沟挂即嘛拢看现。事故影响的范围差不多长跨各2公尺，现场紧急救封锁线，警消嘛小连续到场处理管制交通，好佳在无造成伤亡。我们现在是确定是台电的人孔盖的这个位置产生爆裂。那我们也有了解到，这个人孔盖的下面这个地方，目前是台电的11000跟22000的高压电缆。当来到代志发生的地点，就伫新北市的县民大道3段边仔，就是花翠桥，14中到12点外，乡内发生爆炸。对台电高速公司和工务局这单位拢派人到场，因为事故的路段地下并无天然气的管线，初步排除是加速漏泄。经过勘查，研判是台电的地下高压电缆故障造成。初步判断是乙焊，我们有找到那个白蚁窝，就是白蚁咬坏了以后就会线路会短路。
那线路短路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会有一个电流的流动，可是因为我的人孔架埋在柏油底下了，它要有气流，要有个出口，所以才会把地面弄隆起来。电缆破损出现破坑，台电初步研判，被遐个电缆架破都是爆炸的主因。不过，这个事故总是造成中永和4700外户的徛架失电。就今下班时间，交通规个拍结，相关单位是先初步抢修墩土，予伊恢复通行。接落来，再个找时间，甲电缆规个完成检修。记者综合报道。如果是行动电源出问题啊，有一个查甫学生行坐台铁的区间车，因为炸行动电源，出来熊熊爆炸导火，新竹车头员工炸被火器和铁路警察赶到现场，甲火拍花，有赶紧甲旅客疏开，加载是无人受伤。这查甫学生的行动电源熊熊来爆炸导火烧，这牌仔也烧甲小起，加载是无人受伤。目前也当咧调查这导火原因，台铁也协助其他旅客坐别台车，也造成这车崩万分。热天已经到啊，这食的物件就要特别注意哦。这桃园有一间连锁的便当店上野烘肉饭，这个内力店呢有民众反映讲呢，13食因的便当了后就开始吐骨流，赶紧给医生看。那桃园市卫生局就表示讲，目前接到病院的通报，已经有61个民众出现讲，可能是食物中毒的情形，甚至即马呢卫生局派人去到现场查，也下令业者暂停营业。铁门拖落来暂停营业，内里真出名的便当店上野烘肉饭，传出哪像食品中毒，互定定来食饭的民众感觉意外。蛮惊讶的，对啊，我是第一次听到，因为他这连锁的，以为应该品质蛮稳定的吧。民测社群内里大小事，13小煞有民友反映讲，食上野烘肉饭的便当身体无爽快。卫生局讲，到10时下晡4点半，通报症状的有61个人，大概是13中昼到暗顿的时阵，食便当了后有吐甲流、腹肚痛的症状。目前已经依法命令业者暂停营业，嘛启动食品中毒调查机制，派人去现场稽查。已针对该店的食品制备流程、作业环境卫生、人员卫生管理以及食材的保存情形进行全面性的查核，并同步抽验高风险食材与抽验环境检体送验。上野烘肉饭内力店发声明核实的，讲会配合调查，甲全面暂停营运。初步怀疑可能是和13个马铃薯沙拉有关系，最后是以官方检验为准。卫生局讲，上紧3礼拜到5礼拜会完成检验。另外，青绿食堂哪像食品中毒案，照新北市卫生局的统计，通报累计173人，饭店的时间集中伫初四、初五2天。目前有11个人住院，剩的就医了后转去休养。青绿食堂3间分店依然继续暂停营运。检验的结果是公所店的腿骨便当、甲烧肉便当，中兴店的煎鸡腿便当、甲腿骨便当。等4件食品检体，拢验出沙门氏杆菌，另外并无验出环境检体。疾管署讲，青绿食堂甲高雄正义市场论饼档，最近2个重要的绕道群聚案件，拢是为着沙门氏杆菌。沙门氏菌呢，它的一个潜伏期比较短，大概只有6个小时到48个小时。那它主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腹泻、腹痛，还有发烧。沙门氏杆菌一般存在伫两制品，毋过牛奶肉品甲相关产品，加之嘛可能有沙门氏杆菌。疾管署讲，最近天气是热阁湿，细菌生诞是真紧，较会造成肠胃道感染疾病，要更加注意双手甲饮食的卫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新闻，因为我是讲袂听。这台湾这个月初6呢，通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许可，恢复做非洲低这非疫区。想袂到呢，这中华稽查小组这个月12伫咧中华分园查到2间饲猪场，竟然违法用喷饲猪。一桶一桶的喷，竟然就安尼直接再来低调饲猪。中华县这个月12伫中华分园查到2张饲猪场违法用喷饲猪，伫现场发现3台载喷的清运车，嘛伫地座发现动物性废弃物违规40明确。本所于4月12号清晨，联合农业处、环保局及警察单位，针对分园乡养猪场执行突袭稽查，查获2处猪场违法使用厨余喂养猪只。现场并发现清运车辆载运厨余，
及未经核准之动物性废渣。中华动防署表示，这2场饲猪业者是同一家人，为着闪避调查，利用假日透早为台中再喷入去治疗，违反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甲饲料管理法相关规定，上悬会当罚400万，而且取消因申请转用饲料补助经费的资格。中华县饲猪协会就指出，台湾真无简单，恢复非洲猪瘟的非疫区，大家都爱守规矩。重回是3大疫病非疫区是真的很难得。最近大陆那边有爆发南北疫情的口蹄疫，国际上这个各种疫病又更严峻，边境把关这个部分还是要大家做的更确实一点。中华县饲猪协会表示，目前国际上也受猪瘟的相关疫情在探烧，除了饲猪户一定要遵守相关规定，千万唔通违规用喷饲猪，而且都要加强边境的管理，策会守护台湾饲猪产业。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即马出国是愈来愈方便啊！这上山机场宣布启用 One ID 智慧旅运服务。这旅客用护照报到，甲这登机证印出来时阵，这护照内面的晶片就会自动完成身份辨识。所以来入去管制区到上飞人机进前呢，拢是由这系统来判断民众的。除了海关查验，都唔免提出护照含登机证。民航局也表示讲，台湾较慢做是因为牵涉的单位真寡，加上英国通关设备拢是由航空公司来做的，而且要等到顾客要到期，这个规划才会拖遐久。准备进入管制区边境港查验，直接扫面对通过进入旅客也未管事，手头也是提登机证甲护照。台北松山机场会用机器自助报到，对有晶片形成身份辨识，所以无论是通关进入贵辨识，在海关查验了后，登机口也免过检查证件，直接扫面就飞机。就不用看护照，直接刷脸了。现在就是方便，不然光排队的时间就是会 delay 到事情，省很多时间呢，就不用等排了一群的人。松山机场为2023年6月就启动这计划，到2025年就相建制，经过2年多，有旅客反映真侪国家早就用扫面。民航局表示，因为过去通关设备由航空公司建制，要等顾客到期，佮加上整合航空公司地勤，航警需求牵涉单位也较侪。航空公司建设系统也有合约的一个期限，所以我们是配合合约到期，我们再来办理，也要参考国际上的经验，所以另外也是一个招商工作，所以我们也是花了点时间。有这服务延伸机场70%进入新系统3月上线试办，到即马，敢若5%客受伤进行等因素，有扫面无过进行，因为若是透过航空公司 App 线顶报道，也无法度形成 One ID 来扫面，要到机场过注册，因为系统进前互网友即期日本翻译，用语无适当。第一时间已经完成改善。目前松山机场是全台第一示范国际机场，未来会观察运作成效，评估推广到全台其他国际机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今透早呢，这新兴区含前顶区拢发生火灾，导火原因，介上拢是冷气设备出问题。最近天气开始反热，真侪人拢会开冷气。业者就提醒讲，因为这冷气几个月无放，就要注意讲拍开时阵，敢有奇怪声音或者是臭味。也建议讲，超过10年的冷气呢，会当先叫人来洗，顺线检查线路。ON 一直清出来，消防人员用火推车拍火。这是伫咧高雄市民权1楼的办公大楼。10时半暝，差不多1点迄卡到，雄清出 ON 起火点技术是6楼某一间科技公司的冷气主机。小可能是主机设计。伊就严要起要拍火的。过2点钟后，高雄市公社路顶这个大楼主体嘛发生火灾，一个妇人人倒伫咧楼梯间去用救出来，送医了后已经不要紧。这场火灾嘛，有住户拢惊一条。哇，好重！什么味道？就烟味啊。初步看是他家是起火点，这个客厅。客厅对。那烧哪个位置？比较偏向冷气主机的部分是，但是实际的那个还是要我们火调来做调查。起火点技术又搁是冷气设备。这礼拜高雄天气平均温度24到30度，不少家庭开始咧使用冷气。卖冷气的业者提醒，冷气若经过几个月无咧运转，头摆启动的时，要注意是毋是有怪声，也是歹味。买当摸一下插头后面，看有伤烧无。若拢无问题，则表示冷气正常。先打开冷气，那先检查有没有异音跟异味的部分。那如果有的话，就请您就近的冷气师傅来做检查。你也可以来检查。
你们家中的插头会不会有一些发热的情况？是要去摸它吗？对，如果说这个插头在接触不良的情况下，这个插头是会发热的。专家指出，使用冷气平均使用的年限是10冬。若处理冷气使用超过10冬，建议使用进前请人清洗，嘛会当顺续顺看线路有安全无，以免冷气因野伤高，即个摩打也是电路板无法度透开，全咧家己烧起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寿山动物园的名青动物非洲狮二兄13中昼传出过往的消息，动物园就讲呢，已经23岁二兄，差不多是咱人上100岁年纪，伊是自然老去的。那这只非洲狮是动物园今年到达第3只往生的动物。不想出去吗？你今天昨天没出去了呢？饲养员问一句，非洲狮二兄溜溜点头，用叫声来回应。这是寿山动物园饲养员2公前的大文，因为二兄状况愈来愈无好，食少爬袂起来，尤其这半年来退化速度真紧。饲养员讲，二兄自初时迄天有出来外口拍热，都毋捌佫踏出一大的所在，希望早都有心理准备。二兄已经23岁，早晚会等到这一天。不过13中昼看到二兄已经无反应的时，也是真不甘。对我来说，它不只是一只狮子，我是把它看成自己的家人来看待这样子。之前来过就有看过它都会坐在那个板子上。是很谢谢他陪伴这么多就是高雄的小朋友们，然后对，但是他应该就是也算是高龄高寿，所以也算是就是算是有得到很好照顾。包括二兄在内，寿山动物园今年到已经烧煞有3只会数悬的动物过往去。动物园讲，进前白虎交海过往了后，伊的园区已经固定另外一只明加拉虎带入去啊。非洲狮阿里的园区会去找找甲国内外动物园的合作机会，引进大型的食草动物。而二兄的遗体也已经按照定数送去病科台了解死亡原因。后续我们也会来看看是不是有机会跟国内的一些博物馆合作，看是不是可以把这些来做一个像是标本的一些教育展示的利用。一般野外狮会当活到15岁，人工饲养的大约18岁，23岁自然老去的二兄，那是寿山动物园目前上长过寿的非洲狮，嘛是园方用心照顾这块动物的上好见证。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场报道。民众党甲李正秀开除啊，这党主席黄国昌就批评李正秀唔通再讲白贼咯。不过李正秀强调讲，家己是遭受政治压力才会来辞职，唔承认利益交换。另外有几类人呢，甲台北地检署告发李正秀涉嫌伪造文书、贪污等罪。那台北地检署已经完成分案，登了侦办。继续说谎，其实伤害的不仅仅是这个党而已。对他个人而言，恐怕也不是好事。公党会爱李正秀主张，民众党中央会决议开除李正秀党籍。佮指出，伊要求得到金钱才愿意是无分区立委，不过李正秀无认指控，定性家己是在高度政治压力之下才辞职，佢否认用交换利益做前提，双方拢围攻。是他们主动跟我讲说，我们来谈怎么补偿。我跟他说，我只要做满第1个会期，签到报到的第1个会期，我不要台湾民众党任何1分钱。做满第1个会期再自动走人的都不能忍受的话，要么就是照党章来，我2年做好做满；要么谁得利谁买单。是他先提到了他过去有金钱的压力，他在就任之前连卡费都缴不出来，说到了福利跟租金之后，才有后续他自己讲出来，钱可以荣耀上帝，钱是他自己说的。不过李正秀反驳，毋主动讲就偌济钱，强调是党内先提出补偿讨论，也指出家己伫就任立委进前就受到党主席黄国昌等人指示，要求等中国申请放弃国籍。黄国昌挺假的，柯文哲的台湾民众党从头到尾是真心捍卫陆配的参政权，但是黄国昌从头到尾，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伪君子。关于他的去留的问题，那就我了解，他也答应柯文哲主席他要这个自行的一个辞职。李正秀被开除党籍了后，失去立委身份，是不是放弃中国籍，一直有争议。最近民众陆续告发伊涉嫌假造文书、贪腐等罪，台北地检署已经完成分案，由检察乌金专组主任检察官承办。李正秀刚才表示尊重司法。记者综合报道。
民进党的前立委陈后辟防指控受业者诬洗，伫咧立法院推动修法含诈领助理费，今日一审互判刑16年，体决公权6年。那伊的太太呢也牵涉到诈领助理费、侵占警宜兰协会的财产，互判刑4年6个月。我会觉得自己是冤枉的。前立委陈茂票是捲入贪污的官司，以涉嫌诈领助理费含收賄錢幫助推動修法互起訴。經過台北地方法院的審理，第14宣判，認定陳茂票和因某攏總貪911萬，將貪污的不違背職務、收受賄錢和不正利益罪，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等罪，一審重判16年，褫奪公權6年。他僅坦承非法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公費、助理補助費的犯行，致實否認其他犯行的犯後態度，被本院呢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6年。涉貪的陳茂票是無承認收賄錢的犯行，但是互一審認定，伊佇10幾年立委的任內，捌向物流的業者索取不正利益，換取幫助開公聽會，提案修相關法典法案。另外嘛，收洗車的業者用政治現金的名義來包裝的匯款，幫助因開協調會。詐領的部分是用鋪報助理薪水的方式詐取公費助理費。我们会先调主文看到以后看电子判决，我们才知道到底它是哪一些项目有成立。面對一審的判決，陳後辟是透過律師回應講，對結果是感覺遺憾和無法度理解。隨着判決了，會和律師團來建議上訴，捍衛個人清白名譽。另外，因某辭賄如一審嘛同款有刑責，除了含因翁聯手來詐領助理費，嘛侵占正義蘭協會110萬的財產，用來達保費和徛家的電錢，一審紅判4年半。會擔心委員被收押。專案對偵查到審理，陳後辟羈押174天，在去年交保，必須要掛電子卡權。不過，伊進前主張講掛這電子監控無法度做放射掃描檢查，影響伊就醫，而且親友和因孫攏用奇怪的眼光看伊，聲稱撤銷可控。不過，洪博會、民進黨廉政會嘛，第2日開會討論專案，相當會當甲伊除名。記者綜合報道。第10會了後呢，這中國公布10項牽涉台灣的措施。咱來講到這南投縣和中國杭州做伙舉辦的兩岸論壇，支持佇咧南投舉行。縣長柯淑華今日就表示，期待和杭州討論農業、觀光領域的具體方案。不過，這陸委會主委邱水正是強調，台灣無可能接受有政治前提條件，也批評鄧麗文所講的和平，事實上就是要接受統一。我考試第10會報道，民團14透早3個會車到廣東中央頭前抗議，真正阿爺台北市議員參選人也自備影響接招，兩邊大聲叫罵。第10會了後，由南投縣中國杭州共同辦的兩河論壇，日在南投舉辦。縣長柯淑華表示，這面擴大中方公布的10項涉台措施，期待甲杭州討論農業觀光領域具體方案。大陸的無論是在開放觀光客，或者是在農業的部分呢，我們都希望能夠有一些具體的幫忙。希望呢，藉由南投縣跟杭州的這種的合作的模式，我們能夠得到更多的一些經濟的成長。陸委會強調，咱無可能接受大戶政治前提條件，牽涉國家安全加政府公權力的內容，攏要經由兩岸政府正式協商，也批評鄧麗文提出的和平抗擊，實際上是統一抗擊。我們跟你接觸協商這些實項的東西，我們就會要變成這個消滅中華民國這些條件要我們接受，這不可能嘛？像鄭主席一味附和中共的敘事，自我退縮，將9·2共識作為中共對話的前提，其實是在幫中共意圖消滅中華民國背書。所以這是一個併吞的毒藥，不是和平解藥。況且鄧麗文要歸回大會訪問美國，目前要積極安排拜訪華府地考定行程。鄧麗文接受媒體專訪時表示，希望因和美國了解伊作為黨魁蘇回甲路線，應進一步落實兩岸和平。記者綜合報道。不時咧發生囡仔受人苦毒的社會案件，立法議會在今日3讀通過《兒童托育服務法》，法案新增加這托育人員違規記點制度，也規定講這托育機構愛裝監視器錄影，上無影像愛保存30天，也就愛傳到雲端。若准這托育相關人員對囡仔有身心虐待或者是情節重大性騷擾等等，上濟罰到60萬，也愛公布行為人的名姓，也個機構名稱。
大声发油热力无吞吞，要求严厉处罚加害者。民间团体去年5月伫凯道集会声援开案，为着防止热力事件发生，立法院14通过《儿童托育服务法》。托育不只是个别家庭的照顾安排，而是国家也应该要主动规划、持续投入的公共制度。法案若整合2个以下幼儿托育甲照顾体系，佮增加居家托育人员违规记点制度，提高处罚的强度。民定托育的相关人员，若是对幼儿苦毒，也是有重大性骚扰等，相关会当处罚代票60万，并且公布行为人的名姓甲机关的名称，嘛规定托育机构爱安装监视录影设备，至少保管30天，把影像传到云端，保存证据。让劣质的机构和人员不能在阴影下再躲藏下去。从今天开始，所有的财阀记录、重大的意外、不当对待的姓名，都必须主动、及时的公布。推广这个监视画面上云端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正式厘清、说明某些民团的一些疑虑，包括治安的问题，包括隐私的问题。若是托育机构无照规定保存影音资料，会当处罚万；若是处罚3届无改善，也是情事重大，会当停招停办，甚至废止设立许可。另外，外界关心的保存影像调阅资格、调阅停事、隐私保护这块细节，会搁订定主法来规定。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让咱人若准备回去时阵，维持着咱人的尊严，台湾有这病人自主法加安宁医疗制度。不过，有民间团体和医生强调讲，这医疗挺好延长咱人的性命。有当时对患者来讲是甲这病痛的折磨又搁较长，拖到死尔。立法院在今仔召开公听会，招专家学者做伙来讨论。那这法务部和卫福部是回应讲，目前这安乐死也有真侪争议，应该等到社会有共识才来推动。为着要让人伫临终的时维持人的尊严，安乐死的议题已经讨论真侪年。拜二立法院有召开公听会，有民团表示，医疗虽然通延续人的性命，有当时对于患者来讲是甲病痛折磨延续到死亡尔。某医生认为，决定安怎死亡是人的基本权利，政府应当爱去讨论制度安怎设计，避免安乐死去互滥散使用。无论是病人自主法还是讲安宁缓和条例，基本上伊都无法度去解决讲所有的临终痛苦的问题，因为足侪痛，吼是无法度用吗啡去控制。评估说病人是否真的需要，那是否真的是一个适当的一个判断，以及呢，在这个过程中，医师是否能够被保护，好，那伦理上要怎么样哈去执行，好，那达到我们这个法治化最高的一个效益。针对民间团体甲医生的诉求，法务部是回应讲，安乐死伫咧宪法、医疗、宗教甲伦理拢也真有争议，应当爱有社会共识，才来推动合法安乐死。因为卫福部是讲，会就目前安宁医疗甲病主法继续来拍拼，使他人得以实现自杀意图，或受本人的请求而予以杀害。或得被害人同意而杀害，都是会该当刑法275条的加工自杀罪。安乐死的合法化，这个涉及生命法益及人性尊严的权衡哦。那这个制度设计必须要奠基于社会的高度共识。的安宁共照，慢慢的移到了居家安宁。那我们自己身边的很多人都有使用到这样的服务。他对这个所谓的积极安乐死或是协助加工自杀，还有很多讨论底下，我们先就目前我们正在推动的事情，我们会更加努力来做。目前法务部甲卫福部对安乐死议题的态度有关是较保守，民间团体甲医生拢建议政府应当参考有在实行安乐死的先进国家做法，积极考虑安乐死的制度设计，维护患者临终的尊严。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讲到这保健食品未来拢袂当使用人参、树木啦、食全大补汤等名称啊。卫福部预告汉药食品新制草案，明定75项汉药材会当用伫咧食材原料，若当规定73项是定出讲一天上济会当食偌济。若准这药材比例超过5成，就要当做药品来管理，而且这品名袂当含这汉药接触前的38种药方共名。预告期是60天，收集各界意见。上紧伫咧半年了后实行。保健食品百款，话讲为什么保气养神也是树木因保肺养肺？不过因无一定拢有中药的疗效。未来即个宣传讲使用中药材所做的保健食品，拢总爱改名咯。
造成民众他会搞不清楚说，这个到底可能听到这一类名称来讲的话，他就觉得说，有这方面的疗效，反而导致他延误就医的情形。为了强化中药用药的安全，卫生部第13有个中药食品新制草案，把中药材分做2大类，第一类是传统的食用文化。包括结合淮山等75项中药材，会当做食品原料。不过有规范部分品项袂当生食。第二种亲像当归等73项，规定每一人每一日的含量。若是产品用这种中药材比例超过5成，就列入药品管理。同时阵嘛要求品名袂当含中医药固有的药典所记载38种方剂同款，也就是保健食品未来袂当阁使用人参树木、十全大补汤、川贝枇杷膏等名称。它要医疗，或是它其实只是呢一个身体要补强体力了，那其实要让它很明确，不要让他买了之后呢，以为他就是拿到一个药。以前没有一个法规是有明确的规范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现在就非常的明确。卫生部强调讲，无列入分类的药材会维持依照药品规范管理。这项草案有过期60天，收集各界意见，嘛有完充期。若是顺利，希望下半年会当实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市推出着这国旅自由行的补助，4月13开始，无分休困日或者是平常时啊，这旅馆一间房间呢补助1000块。业者就讲呢，这订房率确实有增加2成到3成。舒适的房间，外口毋若有高楼站的风景通看，饭店内底阁有多元的设备。4月13开始，嘉义市国旅补助计划正式开始。饭店业者就表示，民众的反应真好，这活动确实有提升人客来住的状况。真的那个效益真的很好，所以说我们住房率也增加了2成左右。我们比平常大概增加了2至3成的住房订房量。为着要刺激观光，嘉义市为顶个月26开始，就开放饭店房间过暝补助1000块的网络申请，半个月的时间，申请人数就超过10万人。嘉义市政府表示，完成网络登录无一定就有补助，主要也是爱看大的日期。根据研究，因为战争的因素，国人在消费上都有降低了大约5%。正因为这个时刻，我想我们公部门带头拿出来，这也是全国第一个国旅自由行补助的重要的方案。饭店业者指出，市府编2000万的预算，一间房间补助1000块，算来计用2万个名额，可能伫10天之内就会用煞。除了业者嘛会推出配合的优惠方案，嘛希望市政府会能够增加预算，替业者游客甲产业带来3赢的局面。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天气开始反热尔，想袂到这几天呢，这高雄拢超过30度。高雄市政府表示讲，这运局也当咧规划，亲像类似这新北市当咧试办的路口自动化闸日设施，会先经3个路口来试办。若都法局也有伫咧研究城市降温的做法，后续也会公布。早起10点左右，高雄的温度已经超过35度，真正4月中尔，高雄的天气都已经这么热。那真正进入热天，无论是骑车也是行路的人，伫路口等车红灯，拢是一种折磨。民众行伫咧大日头下，无雨雨伞照出动，也是挡袂掉。只要看到有黄的所在，就自动划过去。高雄天气热，卡袂到就是30外度。真正都有机关建议过，应该爱有国外伫路口设假日的设施。前几天新北市就先试办一大路口的自动化假日设施，袂少民众拢认为咱高雄真正有需要。路口的，就是你说就是有遮阳棚嘛？对呀，就是做那个。非常好，非常赞成。就是因为可以遮阳遮雨啊。要不然整个路口就是这样很光光的、热死的，阳光又那么强。伫路口起加日头的设施，真正都有议员捌争取过。13有议员即阵讲到，市府已经选定3大地点要先来试办，其中有2大要做伫咧捷运的罗巴底站，因为遮对捷运站出来要行去轻铁班车，都有100公尺的路程，沿路拢无啥物物件通互民众美日头。议员建议，若爱做，阁爱做了水，而且会当参考台北甲降温的措施，写入去都市计划做归做。我们在计划当中是不是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把街角的2点
或者是连续的遮阴设施，这个也放进去我们的融奖当中，来鼓励企业跟我们来做合作。捷运站那个地方，他做一个试点，他这个一定要去做，他们已经要愿意拨钱来去做思考，然后同时也要去做规划设计。那第二个呢，在都市设计科，也就是都市发展局的这个地方来说的话，艳阳高照的高雄，它是需要有一些所谓的降温的策略。市府正式包括捷运凯旋站、甲落马地站，今年拢总要做3大热热的设施。同时，都发局这边嘛有咧思考都市降温的规划做法，望在咧极端气候的影响下，会当互民众的生活较利便舒适一寡。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永昌报道。提醒咱的观众朋友，这狗仔、猫仔呢是你的动物攀背当伫外口热烧。这中华顶个月伫河碧和鼻头拢发生狗仔共虐甲人夹着伤的案件。最近伫河碧有一个有心的妇人人骑奥多拜，互狗仔溺，险险啊是惊甲跋倒犁残。不过这狗仔的主人竟然辩解讲，狗仔只是去外口放尿袂共攻击。想袂到这东风所调影片来看，认定这狗仔有共溺，即马会甲这个主人开罚单。有人骑奥多拜入去巷仔内，却拄到狗仔乌白肥。有人大声叫，车头嘛转一个，好在加载有甲救倒转来。中华河滨有一个姓吴的妇人人，有生6个个，逐工拢会骑车经过嘉电路，大概经过的时阵拢真正惊甲，因为这个骑家内底饲的狗啊，唔是对人肥，就是要攻着。伊甲因兜厝内底人几啊摆拢险险啊摔落来。很多次他是在后面那个小空地，然后他冲出来的时候，说真的，那里有一点死角，就是他冲出来其实会来不及反应。实际来到这间林家厝，姓李的主人讲，家己厝内底所饲的这2只拢是米克斯，进前是龙洞狗，体格真好嘛，真活泼。平常时拢放伫家己兜的店，有当时阵啊，互因去门口活动，毋过袂去共攻击。我尽量甲关起来做。哦，尽量关起来。尽量甲关起来做。因为我一定要出来晒尿，伊可能是敢若八甲拍过啊，八甲闭过吼，闭过啊，可能会记安尼尔，因为狗的记忆较好。哦，狗所以正经唔捌共加过，这是事实。以涉及饲主未妥善管理犬只的输纵责任，依动物保护法规定，将对饲主裁处新台币3000元至15000元罚款。中法官东风所看过影片了后，认为这只狗真正去攻略，嘛要求主人得限期改善，甲狗仔管理要好势。进前伫河边嘛发生有15只狗，伫2个月内底至少就造成10件攻略攻家的代志。鼻头毛小狗甲阿婆夹着伤，东风所除了依法对主人罚钱，嘛呼吁饲狗的人得爱管理要好势。记者综合报道。屏东东港新兴街2巷呢，这当地有110户民众出入了经过一片私人土地，地主甲这土地改作是停车场，住户变甲出入无方便啊。不过法院进前是判决讲这是私人土地协商也拢失败，民众拍算要找机关，也拍算要向监察院来订正。这比较高，这一户比较低。门口有的放医疗，有的用安门图出管，才有法度行过行出入。屏东东港新兴街2巷的住户，因为门口承接私人土地，地主是餐厅头家，计划要伫遮设置停车场，造成112户，其中有10户住户出入无方便，住户有找管理员订正。被这有捌跋倒过。我着开车去咩，我往白去哩坐一个再搁下过。发生这件事情，我们是盖不来啊。我们想讲，我们车子都停在那边了，就是最基本的那种走路。新兴街这个土地争议其实已经30多冬啊，原来姓孙的地主无整理，附近居民就当作道路出入，双方相告，法院认定这个地是属于私人土地，后来地主愿意将土地卖予住户出入，结果协调失败，落尾海产餐厅小头家买落来，拍算做停车场，头家和住户协调，会当予住户行路出入，但是袂当停车，结果协调阁失败，住户认为30-40冬啊，即马煞袂当出入。因的心内拢想讲。因家40年啊，这是继承道路啊。当然孙地主就甲告啊，告输当然伊地要还我，就是差不多这个经营啊。当初申请的建筑线是在后面，不是前面这边。是。那不是这边法院如果已经判决的话，那你说地主愿不愿让你通行，那是他们跟地主之间如何去协调？电工所表示，因为法院已经判定是私人土地，而且这摆徛的设计门口应该是伫另一头，但是拢互家己的证件挡掉咧，才无法度出入。而且管理员嘛会陪住户向监察院订正，替居民争取权利。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
去年因为风台呢，这台东有500多公顷的五马霜冻甲真严重，加上年车雨水少，这梅影无啥调果，本地掠准是剩3成，想要到实际产量只剩1成尔。农民讲呢，这可能是这10年来上界惨的。农业部也讲会启动现金救助，1公顷补助6万2，申请的期限到4月20，农民爱特别注意。在延平乡峦山山区种梅仔的阿伯，原本伊的梅仔一担会使收成6000公斤以上，至少有12万的收入。啊，毋过今年伊的梅仔生甲哩哩答答，连请工人来挽，这工人挽无遐多，钱就领了无遐多，所以就找无人。农民归去，或者梅仔家己落去，介绍较好的胭脂梅，今年嘛生无几粒。农民怨叹，今年是这10年来伫台东梅仔收成上界惨的一冬啦。勉强，今年也没有啊，就这样。以往就算是有受到这种风灾哦，还是可以用手采，手采还会有。这次完全连手采都没有。这天做大的，互农民实在是真无奈。袂少树啊，旧年去互风台吹倒，也是压断树仔枝，所以今年花开无遐济。啊，春天气候变化搁遮大，水无够，调果的就搁较少，收成差不多干那剩1成。农业部已经启动现金救助，官府呼吁农民会使赶紧去申请。那我们春天就是在冬天跟夏天交界的时候，就会有西南风跟东北季风2种的不同的天气形态的影响。受理申请的期间呢是4月3号到4月20号。那每公顷的补助额度呢是6.2万元。台东出产足侪梅仔，差不多500家的梅仔园，每一年的产值差不多1亿。啊，毋过今年梅仔失收，即马市面上已经传出1kg花价到100块，也阁买袂到。记者综合报道。政府拍算要引进这印度移工，却引起议论。反对者用治安问题做理由，伫咧公共政策网络平台提案，许政府爱赶紧打动。目前要到4万人赴议。不过，当期和移民移工有接触的移民工文学奖的创办人士认为讲，甲移工和治安牵牵做伙，这是台湾社会对移工的刻板印象。所以，举办这文学奖，希望透过文字减少台湾社会对移工的歧视。劳动部宣布，今年有机会引进印度的劳工，这个议题嘛随引起社会讨论。反对阵营嘛伫公共政策网络平台提案，停止引进印度的劳工。目前已经有将近4万人赴议，主要是烦恼会造成治安的问题。不过，移工的犯罪率敢有影遐悬？长期甲移工有接触的媒体工作者有另外一种看法。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它也映照出台湾的另外一面，就是移工其实是台湾人的镜子。我们怎么样看待移工，其实也同时是投射了我们自己的害怕跟我们自己的羡慕。移民工文学奖是国内唯一以移民、移工为主题文学奖，今年第11年举办。参赛者用因的母语写伫台湾的生活，透过文字分享生命故事。主要目的就希望讲，足侪伫台湾住落来遮的移民，或者是移工吼，伊会当讲来遮有一个发表家己的心理的故事的原地啦吼。我想讲未来嘛是，阮公司嘛会可能吼，留遮故事吼。拍做电影无电视吼，来大家来看安尼。主办单位嘛讲，这个文学奖到今已经累积超过3000件的投稿，出版10本的作品集。有得奖者就希望透过文学减少台湾社会对移工的歧视。透过文学奖，就是被台湾人看得见，然后也是被他们就是不要被他们那个看不起，不要有那种discrimination 那种的。第11届的移工文学奖14起稿开始收件，主办单位希望文学会当加做桥梁，深化双方的连结，嘛让台湾人有机会理解不同的文化。记者郭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美国和伊朗谈判破局以后，美国总统川普遂宣布启动荷姆兹海峡的军事封锁，禁止任何船只出入这伊朗的港口，而且呢，伊来大声的讲袂予伊朗来甲大家卡油。不过，英国和法国等国家却是拒绝参与行动。另外，伫咧伊朗的首都也有这街头示威，伫咧反对美国。
美国甲伊朗伫伊斯兰马巴迪的谈判并无共识。美国总统 Trump 虽宣布，美军伫台湾时间8日暗时10点对荷姆兹海峡展开军事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会拿查所有出入伊朗港口的船只，尤其是针对甲伊朗纳非法过路费的船。Trump 强调，这项行动是为着反击伊朗对全球能源命脉的控制。We can't let a country blackmail or extort the world, because that's what they're doing. They're really blackmailing the world.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at happen. 面对美军的封锁，伊朗官方威胁会针对波斯湾邻国的港口进行报复。德黑兰街仔头出现大规模的示威，数千人用国旗画出反美国的口号。有民众回顾过去40多天的战争，认为 Trump 真侪届话要崩人的电厂也是基础设备，也毋过落尾拢无影，所以对这届的封锁令嘛感觉普普啊尔。اینکه مثلا میخواد بیاد خیلی از نیروگاه‌های ما رو بزنه، زیرساخت‌های ما رو بزنه، خیلی چیزای عجیب غریبی گفت میخواد بیاد جزیره ما رو بگیره ولی هیچ کدوم از وعده‌هاش محقق نشد. اینم یه وعده مثل وعده‌های دیگه‌اش همش تو خالیه. 虽然美国态度淡硬，也毋过盟友并无徛共阵。英国甲法国已经表示袂参与封锁行动，强调必须爱伫国际法的架构之下展开航道。联合国也提出警告，荷姆兹海峡断站已经严重影响到化学肥料的出口，也佫有全球粮食安全。也毋过因为原油的计小将意外落到1桶100块美金以下，美国三大指数也有起，反映市场也是希望外交的谈判会当出现机会。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最近正穿的匹克球，这老大人、少年人拢真介意，煞伫咧耍的时阵无注意防护，定定去割着目睭。专家也建议讲，要耍的时阵上好是爱挂保护目镜。美国德州苏普林持匹克球世界俱乐部的集会人联赛，集会人的选手是专心看球，在对的时机把球拍转去。匹克球是融合乒乓、羽毛球和网球的运动特色，使用比乒乓球拍搁较大的球拍，和比网球较大一挂，顶悬有孔的塑胶球。因为规则简单，而且搁较好拍，这几年变做真侪集会人的运动首选。连少年人嘛真爱拍，但因为拍的人变多，运动伤害的事件一直传出来，关键伫欠防护意识。The most common injuries are just on the surface injuries, corneal abrasions, lid edema. These are the common ones. But there have been some significant injuries where the eye has damaged itself, including the inside of the eye, retinal detachments, traumatic optic neuropathies. These are much more dangerous types of injuries. 匹克球虽然较好拍，但是专家建议讲球员嘛是爱挂保护目睭的目镜。大多数的匹克球族群嘛认为讲，加强宣导防护的概念，会当帮助减少运动伤害。I used to play squash, and we always wore eye protection, so I understand it. And once the word gets out, I think it'll become common. 因为这匹克球场的大小，干那网球场的1/3。做上大的时阵，因为球员的距离真近，较会启动着，嘛因为反应的时间较短，总较提醒集会人和反应较慢的族群，对较紧的球速爱提高警觉，爱有准则，才会当享受拍球的趣味。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宜兰台北桃园新竹对22度到31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2度到31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1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29度。平金门马祖对18度到28度。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